哈萨克斯坦维吾尔人利用国家提供的机会，教授母语的教师举行了答谢仪式。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哈萨克斯坦维吾尔人共和国民族文化中心和维吾尔语学校合作平台在共和国有意之家为母语教师举行答谢仪式。据悉，这一天恰逢是哈萨克斯坦的官方教师节。哈萨克斯坦教育机构代表阿拉木特市和教区维吾尔语学校管理人员、教师、高级教师和知识分子出席了活动。中国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布新闻稿，敦促习近平在打破先例的第3个中共总书记任期，紧急检讨他的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的政策。新闻稿说，10年前，当习近平开始担任中共总书记的第1个任期时，没有人能预见到他会给维吾尔人带来的苦难。在他的领导下，这10年里，中国政府策划并实施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的镇压政策，现在被国际公认为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在周一举行的德国3大情报机构的年度公开听证会上，负责国外情报的联邦情报局局长卡尔警告德国议员们不要对中国太天真。卡尔质疑与北京不断深化关系是否明智，正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肯定有改进的空间。在联邦议员的这一场年度公开听证会上，卡尔与军事反间谍局局长罗森伯格和负责国内情报的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哈尔登旺一起表达了上述意见。这3位情报机构负责人在听证会上都特别警告了中国带来的威胁，并讨论了目前德国与俄罗斯的局势。一位英国议会议员说，中国驻英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之一，在曼彻斯特中国领事馆外参与了针对抗议者的暴力事件。我们看到中国总领事四持海报和驱赶和平抗议。艾利西亚·卡恩斯18日在下议院告诉议员，中国外交部一发言人说，4扰分子非法进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危及中国外交官舍安全，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安宁和尊严不容侵犯。中国官方的说法与现场视频录像和当地警方声明不一致。当一名抗议者遭到袭击时，警察不得不将他从领事馆大门内拖回来。英国外交部召见了中国驻英国领事代办杨绍光，要求他对曼彻斯特领事馆事件作出解释。日本经济新闻星期二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日本首相安田文雄星期六访问澳大利亚时，将与总理阿尔巴尼斯讨论如何强化双边防务合作关系，以应对中国快速增强的军事力量。今年1月，安田文雄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签署了被称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澳日防务互惠军入协定。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巴黎大清真寺成立100周年庆典。马克龙表示，
他们不会允许法国出现对穆斯林的仇恨和不信任的情况。他说，不存在一方面是法国人，另一方面是穆斯林的设计。马克龙向巴黎大清真寺的负责人凯姆斯·艾丁哈菲兹分发了被认为是法国最高国家军章的荣誉军团荣誉。